哇！大家好，2026年5月22號下午時間，咁啊臨收市咧，收市先嚟出咗個鐵拳喎。中證監喺啱啱頭先大概收市左右嘅時間呢，突然公布咗一個震撼全股市嘅一個消息，佢就係話呢。即係一啲投資嘅機構啦，係指佢哋呢非法展開一啲跨境嘅業務，即係幫中國人買美股，幫中國人喺境外投資。咁啊，突然之間呢，就俾中證監話佢哋呢係違法，即係跨境業務。中證監就一個鐵拳打埋去呢，就話要沒收佢哋喺呢個時間違規嘅違法所有收益，依例嚴厲處分。咁啊，富途同埋老虎證券呢，喺美股嘅價錢呢，跌咗37%，差唔多跌咗40%，即係佢哋呢啲上市嘅機構呢，突然之間俾中國呢話佢係違規違法，沒收佢所有嘅收益。咁啊，富途呢而家個股票呢係大跌接近40%，咁我相信今晚都好難過啦。咁啊，唯一好彩嘅就係呢，我不嬲都唔掂中國股票嘅，任何中國公司概念股呢，我都係唔會買嘅。咁所以呢，我就冇事嘅。我咁多年嚟嘅投資經驗呢，就係千祈唔好掂任何嘅中國公司，就算佢幾有前途、幾有賺錢能力都好呢，我都係唔會掂嘅，因為佢哋有好多你唔能夠預測嘅風險喺入面，係啦。點解我唔掂中國股票呢？即係唔掂中國公司嘅任何股份呢？就係咁解啦。佢可以因為一個人為嘅特殊原因，你係永遠估計唔到嘅，永遠係唔知發生咩事嘅情況下，可以令到佢隻股票甚至乎係跌一半、消失都唔出奇嘅，係啦。中證監呢就話，即係呢間老虎證券、富途證券、長橋，佢哋呢非法經營境外嘅業務，係啦，咁就而家係罰款，未經核准、未取得經營證券經紀業務嘅許可，即係你喺中國做生意呢，你永遠唔知佢幾時突然之間罰款嘅，同埋話你犯法。你明明做到咁大間，做咗咁多年，佢突然之間就會搞你，咁大家都知中國公司呢係有風險嘅。咁好，點解而家少咗咁多外資投資中國呢？就係咁解啦。因為有好多一籃子嘅因素，阿習大大講一句嘢呢，就可以震撼成個，即係震撼成個股市，係啦。即係以前就係房住不炒啦，就爆煲啦。一個房住不炒就搞到成個股市樓市冚家產。好啦，咁啊今次呢又係啦，今次呢就話佢哋呢攞唔到呢個業務嘅經營許可呢，就偷雞呢就營運，所以就犯法，係啦。冇呢個營業融資嘅許可，就喺境內、中國境內、中國境外呢開展呢個證券交易推廣、處理交易嘅指令，即係佢哋冇，佢而家呢就係話佢冇得到中國嘅證監許可呢做呢啲生意，處理呢啲投資嘅指示，即係你落 order 啊，我落 order，我買1萬蚊美股咁樣，買1萬蚊呢個 SanDisk 嘅，咁你而家你買美股呢，咁佢就話你中國證監冇批准你買股票喎，
冇批准你處理幫人哋買股票喎，唔可以喺冇得到許可嘅情況下呢，係幫任何人係做呢啲咁嘅業務喎。咁而家就話佢違規非法，即係非法經營。咁所以呢，而家佢賺翻嚟嘅錢呢，就係非法收益。佢賺幾多億呢？而家都要向中國證監上繳。咁到底發生咩事？大家都知㗎啦。中國最近幾年經濟十分之好啦，係咪先？欣欣向榮，係啦，全中國人冇人失業嘅，包括香港，係啦，由治及興，成個中國成個香港呢都係欣欣向榮啦，經濟前景一片光明，係啦，所以呢啲證監係唔等錢使嘅，純粹呢係真係佢哋非法違規嘅啫，係啦，我哋相信係咁樣啦，應該係咪？咁啊，現實都知㗎啦，中國而家好等錢使嘅，好多嘅機構呢係無端端呢係向好多以前營運咗幾十年嚟嘅公司呢係追收翻10年、20年、30年，甚至乎50年嘅一啲所謂收益稅收，冇錢啊嘛，人窮絲舊債，咁所以呢，今次好明顯呢，就係揾個理由翻嚟呢。就係沒收佢哋嘅所謂境外業務嘅收益啦。咁啊呢度又唔知幾多億㗎啦。咁樣呢，一等錢使呢，佢就有1000種方法呢係沒收你嘅所謂嘅違法所得嚇。咁佢話呢，違反咗呢咁嘅證券法第120條嘅規定，係啦，構成咗呢個非法經營嘅證券業務。呢3間嘅公司呢，仲違反咗另外投資基本法、基金法、期貨衍生法，仲有係公募基金、營業業務、非法從事經紀業務等等。即係呢，佢一下子呢就俾人扣咗幾百個帽子落去嚇，咁啊沒收咗佢哋所有嘅違法所得。但係到底而家收完佢違法所得之後，咁會點呢？到底呢間公司仲可唔可以中國繼續做生意呢？咁啊，呢一樣嘢就我哋要放長雙眼睇。喂，大佬，你將佢可能過去幾年，甚至乎過去10年營運嘅錢都話佢非法，將佢所有嘅營運資金抽走，咁佢一下子要補交過去10年嘅罰款，佢仲有冇錢可以繼續營運落去呢？呢下大家就要小心，係啦。咁啊，好彩呢，我擺喺富途嗰度啲錢都唔係好多嘅啫。咁啊，如果冇特別嘅話呢，就盡快將啲錢呢匯翻嚟香港嘅戶口裡面，係啦。咁啊，香港銀行戶口啦。如果咩一陣佢話你連香港嗰啲用富途嗰啲都係違規呢，咁就冚家產㗎啦。